Làm cây ốm, làm cây.
各位兄弟，咱咱发展这个，这是咱们家公共事务，我调这个。现在这个是对我感谢你，我若想到讲，我会打其他的，我做这对家来见拜你，我心真快真开心。虽然说真多歹个为累我，你甲我生出真多囝尔，生出真多了未到的歹个代志来交换我的心情。都是你无想我，因为阮辛苦你，无论是遇到什么代志，一定有你的旨意，但是要你的旨意顺来。你疼我，知影你疼我，会照顾我，照你的旨意，照顾我，帮助我行头前的路。哇，世间的人实在是真可怜。阮咸菜伫个种，开外户，阮无代志，阮拢真好势。阮袂要紧，阮比人较好。迄个时阵，魔鬼的狂叫一到位，就是你互我警醒，知影阮徛在伫遐的时，抑搁较多细节，因为毋知什么时歹的会到，所以叫你教示阮知，阮会晓把握你。虽然台湾。一时真有名伫咧即个世界，因为封闭偌久，是真可惜。魔鬼知影人的乱象，就是伫人乱象的时，伊会当真容易侵入，互人进入，互人进入伫囝人咸菜，进入伫失望，怎叫你甲阮三角地地，互阮做你的囝子。而且会当真正用你做阮的中心来经过阮的一世人，无论拄着风景，还是拄着心顶山谷，拢知影你有在照顾，你伫遐咧看阮，甚至抱阮，叫你帮助阮。阮愈拄着喙齿炎，愈惊知，愈亲像阮今愈伫下路，伫遐才会当练出真正的经验。就甲咱世界体的，尤其咱是咸菜有人，因为身躯病痛，咸菜有人精神乱照，你甲做导因，会较伫你的面前见面，就是你使出人民照顾，帮助你，我有充满富满甲喜乐。而这个世界，活出你的关心，互你欢喜。我即马看到，我的所行所做，会当。每目的你甲阮三个对，今仔日见拜会头尾，有你出气，有你帮助，阮所听所讲的，我即就理解，亲像感悟落伫阮的内面，阮打扫的场面，你就理解，有你甲阮三个对对，是否拜其他人的见拜，我哋祈祷不要多念，阿门。感谢天父上帝，我互阮福分。也去理解你所属这水的大地，永续的永久的美国，也这个第二代领受的福分，阮受到阮的故乡，阮的乡亲台湾的亲戚朋友，拢伫遐，伊即摆现时按照这个。武汉肺炎工作当中，主啊，我知靠人人岛、靠山岛，只有靠你，正心来解决。美国正是帮助台湾，希望台湾
众人拢无为着正义，亦是家己利益来换算，换取求助力，家己要众人之力，恳求助力，当然阮的教会，阮后个月教会佫有新的阶段，恳求助力，经过这两集所计划，求助力经过，所做经过也求助大了，希望属于的家庭，但是有新的计划，不管因去倒位做，伊拢要甲伊记得，勇敢向前拢无。伊所行过，伊家庭的囡仔甲牧师，拢的路径，拢有你的恩典的意义、地理来祝福伊，把你感恩奉主的名。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这个上帝的面前，要唱歌学罗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，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罗你的名，因为你予你的话最大，赢过你所有的名。这时，咱要来吟诗学罗伫圣诗39首，一切阳光。无归互阮，请起立。第39首，一切阳光无归互阮。
这是咱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胞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弥勒道前来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，就地那这里全能被上帝的大殿，伊要对亚个人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要用交托的方式，我来刻，请会众来用。经文第24篇，经文24篇也是诗篇119。所行完全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，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做伊的。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，歹势我看唔到。我专心找你，求你唔通互我迷路离鬼的界面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歹势，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。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。你的话将我救我。我有受苦，是做我的利益。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我爱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？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开帖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以上，这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，伊在伫创世纪第3章第8节到15节，创世纪第3章第8节到15节。日亮亮的时，耶和华上帝行游伫园内，因听见伊的声，伊人甲伊的妇人人就伊伫园内的树中来闪爍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耶和华上帝叫迄人对伊讲：“你伫倒落？”伊就讲：“我听见你的声，伫园内我就惊，因为我脱目客就家己你。讲是自水，甲你讲你脱目客，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，你食伊嘛。”迄人讲：“你所互我做伴的负责人，伊用迄丛树的果子互我，我就食伊。”耶和华上帝对妇人人讲：“你所做的是啥物事？”妇人人讲：“蛇引诱我，我就食。”耶和华上帝对蛇讲：“你已经做这个，所以你受咒诅，比一切情丝所甲山野一切走兽较重。你要用腹肚行，一生食土粉。我要互你甲妇人人结冤仇，你的后裔甲伊的后裔也结冤仇。
伊要伤你的头壳，你要伤伊的后骹甜。安来读现代中译本。那天黄昏，他们听见主上帝在园子里走，就跑到树林中躲起来。但是主上帝呼唤那人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回答：“我听见你在园子里走，就很害怕，躲起来，因为我赤身露体。”上帝问：“谁告诉你是光着身体的呢？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吗？”那人回答：“你给我作伴侣的那女人给我果子，我就吃了。”主上帝问那女人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”她回答：“那蛇诱骗我，所以我吃了。”于是上帝对那蛇说：“你要为这件事受惩罚，在所有的动物中，只有你受这咒。从现在起，你要用肚子爬行，终身吃尘土。我要使你跟那女人彼此仇视，她的后代跟你的后代互相敌对。她要打碎你的头，你要咬伤她的脚跟。”以上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伊所启示的话。下骹时间，咱要交予李牧师为咱证道。伊今日带来的信息是撒旦。咱三个阿头来祈祷，主为他人的祈拜，搁一摆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组织伫你的圣殿做伙来学乐，来敬拜你。阮伫即时恳求你的圣神，甲阮三个弟弟，阮对你所开启阮的话，会通得到帮助。阮也要为着特别为着这个世界的和平来祈祷。伫台湾6月初6是一个环境的主日。也阮思考你所创造，阮也要借着创世纪的经文来思考你的作为甲撒旦的工作。求主你帮助，互阮看见这个世界一个所在还阁有无和平的情形。也求主你使到你的怜悯，也互这个国甲国中间的战争冤家会当早早来平息。阮也为着世界的疫情来献上祈祷。伫这疫情的中间，阮真正有看见主你的疼施到伫这所在。伫过去台湾还阁有法度的时阵，关济的喙安，关济的器材。当伫台湾伫疫情咧严重的时阵，阮也看见有其他的国家来提供这疫苗，借着主你的疼来施到。要帮助这个世界来抵抗这个病毒撒旦的作为，求主你来帮助阮，阮伫阮的困难的中间来倚靠你，听你的话。阮今日也要做伙来领受你所赏赐阮的恩典，做伙来守圣餐。也求主你透过圣神的同在，亲像你早前应允阮，你要找保惠师甲阮三个弟弟。互阮得到主你所赏赐的平安，阮从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，恭敬交托伫手中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头前的路，阮也要用你教示阮的主导文做伙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日愿赦免阮的过负。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，无伫助阮入去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大家无尽。咩？大声甲主敬兄歹势，迄个启用运用了无好势呀。好今仔日要甲这个咱三个分享的是撒旦的工作啦。伫咱最近咧查经的中间，咱有查到这个雅各书。雅各书伫概论的中间，伫第1章的时，咱有讲到上帝无试探人啦，上帝无试探人，所以试探的工作是啥物人的工作？是撒旦的工作。
上帝做的是啥物呢？咱讲试验啦，吼。啊，像咱这一年外来，咱拢知影吼，啊，特别是对旧年底了后，你若要坐飞机去别个国家，你爱先做啥？爱做 test 对吧 ？PCR test， 你爱先爱去检验啦。啊，检验是啥物呢？检验是一种证明，检验是咧看讲你的身躯顶有好的品质，还是有歹的品质啊？好的品质，那对信仰来讲，就属于上帝；歹的品质，就是属于啥？咱来讲撒旦的。咱对创世纪第3章这段的经文，毋是咧讲到亚当是受试探，是试探了后的结果。拜五的时，我有甲大家三个分享，就是讲，叫雅各书第4章就讲吼，有审判权的只有一个啦。有审判权的只有一个，迄个审判的权柄在伫上帝，在伫上帝。我捌一个科学家吼，伊是基督徒啦吼，伊自细汉就伫教会大汉，但是伊对信仰对圣经有足侪的疑问吼，伊问出来问题会当互你毋知影要应答安尼啦吼。伊特别是对创世纪吼有足大的攻击啦吼，对创世纪有足大的攻击啦，伊学科学的。伊相信啥？伊相信进化论，伊无相信创造论。OK， 我相信进化，但是我无相信进化论。你了解迄差别无 ？OK， 圣经创世纪的记载是啥物呢？圣经创世纪的记载，也是讲圣经大部分的语言，毋是科学语言，请咱会记这样代志。圣经所有的语言。超过90%几 % 拢是 symbolize 的 symbolic 的语言，伊是一个象征的。比如讲，上帝，咱拄则读的经文内底咧讲的，是讲伊甲上帝甲蛇讲啥？你要甲人吼结冤仇，你要伤人的骹后端。人的囝要伤你的啥？打你的头。这个打你的头是啥物意思？伤你的骹后端是啥物意思？这是上定语言啦，就是讲撒旦的工作对人的影响是袂抵到死的，骹后端啦。打着头咧，头变去安那会死去。所以这是一个上定语言咧讲的吼，就是讲。有上帝的保守的内底，有上帝的裁决判断内底，将来人的囝，这人的囝咧比如啥物人？毋是阮囝呢？咧比如耶稣基督啊，人子要赢过蛇撒旦的权柄啊！伊这是一种的上定语言，咱所爱去了解。因为上定语言，所以咱若咧看到创世纪第3章。对第1节开始，咱时常甲迄个上帝禁止伊食的水果误解做啥？红果。所以迄个苹果电脑就去夹一喙啊，甲迄无关啦吼。这是一个上定语言，但是咱莫去甲物化，莫甲伊做科学的迄种的研究去了解伊，安尼咱会对圣经有足大的误解啦吼。圣经的第1个试探，就是亚当夏娃所面对的啦。伊的试探是啥物呢？其实咱注意看吼，咱家足简单化吼，讲一句话尔。上帝叫你毋通做，你偏偏爱做，这就是这个试探啦。当初是改变有几条？咱讲出来笈的时阵，改变有几条？10条嘛吼。咱即马讲耶稣较厉害，甲这10条吼浓缩做2条。就是听上帝，甲听人。咱简单讲4个字，叫做应神应人。伫当初时咧，上帝敢若一条诫命尔。我讲你毋通的，你毋通去做，安尼尔。但是伊偏偏咱去做，这就是撒旦的工作。撒旦的工作，咱要来思考是讲，到底撒旦是啥物货啦？你若去网络去甲查吼，你甲拍 Satan 还是讲撒旦吼？
甲拍迄个 image 吼，哦，足侪啥物咱咧讲诶青面獠牙拢走出来吼，啊，生啊足奇怪安尼啦吼。耶稣咧讲撒旦，当耶稣活头甲彼得讲撒旦退我后面去诶时阵，彼得变做撒旦呢？也是讲彼得诶内面有一个撒旦诶声音。撒旦圣经诶解说是违反上帝旨意诶叫撒旦。哦，所以咱来思考到底什么人是撒旦？圣经无安尼写，但是伫教义顶悬咱拢安尼认为啦吼。撒旦是迄个天使长对落了后来人间来作乱诶啦吼，因为伊想要甲上帝拼关系，啊，伊要甲上帝拼关系。其实，这个我拄则咧讲教义顶悬诶认知，就是讲天使长本来是上帝所创造、上帝所生派嘛，但是伊要甲上帝拼，所以伊敢有顺服上帝？无嘛。Against God， 所以伊就是撒旦，这是对的。伫教理顶悬的了解，这无问题哈。创世纪第6章第2节，伊讲上帝的囝看见人间的女子真水，就随伊挑选，带来做某。啊，随伊挑选，意思叫做啥？叫做放纵私欲啊。台湾即届防疫的上大漏洞是对倒位来？头起先是对航空公司来，对无？啊，上大的漏洞对倒位来？就是看到人间的女子很漂亮，哦，对吧？去买得笋用假，哦，安尼来嘛，吼。所以你会当看讲，这个放纵私欲啦。当你放纵家己的想要爱做的物件，你就是 against God， 你就是撒旦的工作内底啊，吼。启示录12章第3节、第4节讲，天顶有出现这个异象来，有一尾大红龙，哦，红龙足贵的呢，吼。啊，伊就讲吼，伊生做7个头、10个角啊，安怎安尼啦吼。其实你若注意啊，看到尾啊吼，这个大尾红龙是咧讲着旧约咧讲迄个蛇，迄个撒旦。这是拢是形容的，请咱会记哩。咱唔通甲字面甲用咧吼，啊，怎照安尼甲话讲，哇，这就是撒旦。啊，若毋是生安尼，拢毋是撒旦，无咧，人必定嘛是撒旦呢。吼，所以咱来了解迄个部分吼。啊，是安那耶稣会讲彼得是撒旦，因为伊含落伫迄个撒旦的工作的内底。咱要倒转来思考啦吼。伊圣经讲的试探。上帝无试探人，是安怎？圣经雅各伊就搁安尼解说，上帝无试探人。因希伯来人吼，以色列人因读希腊文吼，因若无去解说，搞不清楚啦。因为吼，对希腊文来看吼，上帝的试探，上帝的试炼甲撒旦的试探，迄个字是同一字 ，test， 嘛会当翻译做 temptation。迄共一字啦，所以雅各爱甲因解说，佮足清楚，你来了解，即个字毋是代表上帝咧甲你试探，是上帝咧甲你试验。那安尼时阵，咱咧思考是讲，什么是上帝的试炼？什么是上帝的试探？比如讲，咱用武汉肺炎的即个 test 来讲啊吼，台湾有足侪人咧讲吼，爱补筛，逐个人拢筛，快筛对无？啊，但是你要知影快筛吼，快筛有超过40%是袂准的啦。哦，若毋是为阴就为阳啦吼。啊，你若讲逐个拢验出来拢为阴，啊，拢是讲我无代志，所以我就去甲人聚会、食饭、聚集，安尼啦，安就出问题嘛。哦，就是讲迄个假物件假象，我毋是讲迄个快筛剂是假的，但是伊的准确率有问题是。会互你一个假的印象，讲哦，我无代志。其实撒旦的工作就是拢安尼啦，互你感觉讲你无代志，但是你事实上是甲上帝安那愈行愈远。同一项事，意思会检查到安那准确性较悬。同一个咱咧讲的 test， 啊，我用安尼来甲咱来了解吼，讲。
，sex 有问题无？啊，正常婚姻内底 sex 是上帝允准的，敢毋是安尼？但是离开这个以外，就是魔鬼的试探，你了解无？同一个事出伫上帝，甲出伫撒旦有共款无？无共款，伊的意思无共款，伊的目的嘛无共款。有人咧开玩笑讲吼，咱的上帝是三一上帝，撒旦的挑战吼，试探嘛是三一的啊，色情，搁啥？钱财，搁啥？权柄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思想看觅啊，耶稣受试探的时阵，差不多围累伫后壁2项，对不对？你若替我跪，调我跪咧吼，这下骹这拢你的，有无？这你的，这是财富啊！耶路撒冷看啊，我讲这财富啊，是权柄啊！你若我跪咧，我这就互你啊。撒旦互亚当上大的试探，就是权柄。咱讲这个撒旦甲亚当夏娃讲的，这个伊讲安那，你食咧吼，你就会当分辨是非。啥物叫做分别是非？伫法院内底，什么人会当做判断？就一个人，主持庭的这个法官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其他的人是做辅助尔嘛，书记官啊，什么的拢是辅助尔嘛，哦，律师是咧辩尔。敢若一个人做判断，哦，即便是咱伫美国，咱讲有即种迄个陪审团的制度。到落尾嘛是法官才有权去讲，好，安尼你有罪，你爱关偌久，嘛是迄个人。伫安尼制度内底，咱的思考是上帝的权柄。当你尾蛇甲迄个夏娃讲吼，上帝甲你讲的无影食，你食的吼，你都有智慧啊啦，你会晓判断是非，迄就是咧夺取上帝的权柄，夺取上帝的权柄。那个书第4章11、12、12讲兄弟啊，你毋通彼此批判。你若批判兄弟论断兄弟，就是批判律法、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是无遵守律法。啊，这个是 against God 啊。伊12、13讲设立律法甲判断的只有一位，伊才咧讲上帝啊，就是迄个会当救人甲灭人的啊。所以咱拄则开始咧讲啊，讲。试验甲试探会无共款，吼，试验甲试探无共款的所在。一个物件会当互咱会当经过这训练愈来愈好，咱讲这个叫做运动。但是这个运动若会互你的身体受到伤害，这毋是叫做运动，迄有当时也叫做劳动，甚至是一种无好的，吼，咱讲。职业运动员时常会安那会受伤，爱开刀啊！我会记得有一站我伫台湾的时阵吼，迄一站我就足努力减10几公斤啦吼。就有迄个教会兄弟看讲，哦，无事拢减10几公斤，伊嘛要来拍拼一下安尼呢吼。伊就出去买一个秤啊，就是迄个跑步机啊吼。讲好，无事减济吼，我嘛拍拼要甲入过安尼啊。伊就用迄个角度上悬的。强度上悬的3个月尔，伊个骹头好歹尔。医生也讲你袂当去走即个物件吼。讲即个物件，伊会当帮助你，嘛会当造成你的伤害。讲一个命令出伫上帝，互咱来得到训练，愈来愈亲近上帝。比如讲上帝讲，阿当夏娃即个物件，恁拢会当食，干那迄丛袂使。共款这项事，出伫上帝是咧甲伊训练，互伊哪来哪顺服上帝，哪来哪甲上帝亲近。但是撒旦共款用迄项代志，甲你讲安那无影食，吼，你会甲上帝平啊聪明，有甲上帝平啊的权柄。但迄个物件，同一个代志，若是出伫上帝，互咱会当愈来甲伊愈亲近，愈明白伊的旨意。迄是试验，出伫撒旦，要互你离开甲上帝的关系，
离开人甲人和好的关系，迄就是试探。雅各咧写批互这教会的人，伊上大的问题咧解决就是教会内底的纷争。教会内底的纷争，伊用战争这个足严的字来讲，迄敢若国甲国的相战共款吼，甲国甲国相战共款。圣经我搁一解讲，就是讲试探甲试验其实同一个字根 ，test or temptation。咱会当看到讲耶稣伊家己本身，伊家己本身，伊甲撒旦伫对面40天伫遐，咧接受试探的时阵，撒旦用什么话来甲耶稣试探？用上帝的话，是毋是？圣经讲，你若跳落去，上帝找天使甲你扶咧，有无？上帝的话呢？出发点无共，目的无共，迄就试探。耶稣用上帝话甲会，咧赢过，伊经历试炼。试探咱若倚靠上帝，变做试验，互咱愈练愈精，愈练愈亲近上帝。但是试探咱若准去互顺服去的时阵，比如讲耶稣的学生，啥物啦？犹大。伊上大败笔就是伊看钱伤过重。创世纪22章第1节到第8节，上帝互亚伯拉罕的试验。上帝讲：你将你的囝献互我，对无？啊，若准伊安尼就讲好，上帝啊，你哪会当安尼？这个试验就变做安那，试探伊赢袂过，就变做安尼。咱常识的圣经中的悲哀的人物。叫做约伯，敢毋是安尼？照圣经的记载，规个40几章，拢是约伯咧面对试探的经历。但是到落尾，当伊讲出一句话：“我早前听过有理，打青目睭见你。”这个试探变做啥物话？试验。你看，足无共款的结果有无？互伊愈来愈亲近上帝，佮轻调，捌经过怀疑，捌经过艰苦，捌经过甲伊的朋友伫遐咧讨论、辩论等等遮，但是到落尾，伊佮坚持伫信仰内底，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，这变做成做一个试验。上帝无试探人，是真雅各甲咱提醒，真清楚的，透过一个的试验，比如讲。出来及的以色列人拄着水的代志，拄着无物件通好食的代志，因拄着困难，这较正常，拄着困难较正常，但是你要用什么款的态度面对迄个困难，就会互你陷入去伫试探还是试验内底。我毋知咱大家当了解牧师所要讲物件无？同款的经历。拄着无水的时阵，以色列人因选择用 complain 上帝 ，complain 上帝萝卜。摩西甲因讲：，恁咧 complain 毋是我，恁咧 complain 是我后壁头家。恁陷落伫撒旦的试探内底。咱需要用宽免的心情，也是讲迄个性命、信仰来彼此提醒。上帝互咱真水的恩赐，是要互咱哪来哪经历伊的同在。但是有可能会拄着一寡困难，会拄着一寡困难。但是透过这个困难，互咱学习来听去上帝的话，听去上帝的话。有当时咱所拄着的困难，毋是真正的困难。比如讲亚当敢有欠食？亚当敢有欠缺？上帝创造爱地园，甲人放伫遐，讲你替我管理这个所在，内底所有的你拢通食。来，犹大敢有欠钱？有欠钱无？咱知伊的职业是啥？听讲伊自古早就是咧管钱的，所以伊落地啊足侪钱啊。
伊足知钱，但是吼，伊捡钱捡北去吼。上帝互咱无欠亏，但是伫咱所经历的困难的中间，要爱互咱来经历伊，互咱知影上帝是无改变的。咱会拄到一寡困难，但是咱时常伫困难的中间，就安那陷落，咱就投降啊！啥物啦？彼得敢毋是？耶稣还讲吼，你天光加提进前3摆要认我。无可能啦，吼，拍胸坎，对不对？上刀山下油锅，我一定甲你行，吼，安尼。但是结果咧，伊嘛是陷落伫撒旦的试探内底。但是好佳在伊尾啊有改变得转来，改变得转来。上帝的旨意，伊毋是要试探人，是要将恩典赏赐互人，互咱明白伊的旨意。上帝互亚当夏娃的命令嘛介清楚，你要爱的物件，我会当拢互你。但是干那这个物件，你爱接受我的话，毋通去做。讲到尾是讲，当咱咧经历撒旦的工作，迄个试探的这中间，咱爱有一个真清楚的方向。亲像保罗伫罗马书12章甲咱讲的。咱的目的就是要经历迄个试炼，来成做活祭献互上帝。亚伯拉罕献伊的囝，是因为伊知影迄是上帝予伊的恩典，伊愿意照上帝的话。但是伊头壳底知影讲啊，上帝，我100岁照我生囝，我毋免烦恼迄啦。迄是讲，当然迄是信心嘛，吼。约伯嘛是安尼，吼，咱拄则讲过。亚当夏娃因要安怎分辨？亚当夏娃因无去清楚分别，咱看今仔日主经带咱读的这经文来看，咱讲吼，有当时啊，你问囡仔讲吼，这是毋是你做的？无啦，迄什么人叫我做的有无？咱讲迄亚当的后代啦吼。上帝去问亚当讲你互我迄个查某人叫我做的。上帝去问夏娃讲啊，迄个蛇毋是我，别人杀毋是我杀。因已经失去了迄种是非辨别的能力，敢若顾家己，顾家己本身。咱拄则讲到以色列人怪罪摩西，伫现实的中间，咱的生活的中间呢，咱爱逐工面对假新闻啊，面对足侪假新闻啊，爱面对足侪的阻挡。教会生活，我想也是安尼，就是讲。咱要安怎追求迄个甲上帝亲密的关系，人甲人亲密的关系？咱爱互撒旦的工作安怎无效果？拄则无顺连续咱祈祷的中间咧讲，本地台湾的防疫是一个模范生啦吼，但是到尾啊咧，因为一寡人的骄傲，咱拢足好，所以我毋免注射；咱拢足好，我就免照规矩来。所以有人出去乱说。有人有positive， 伊嘛毋免讲，伊讲我无讲，无人知影。即种甲亚当共款的心态，你有发现无？现代拢一件一件咧发生的中间。当咱落伫撒旦的工作内底，咱的生活就会愈困难，咱离开上帝愈远。毋通正着今仔日的经文，甲咱三甲来分享。上帝的圣性，甲咱三甲对着上帝的话。赏赐互咱，亲像咱多看耶稣基督用上帝的话来抵挡撒旦的工作，就来祈祷。向咱我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透过创世纪的记载，阮看见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因所犯的问题，互阮来思考。伫阮的生活中间，阮所面对的阮所爱去思考的，对啊。阮爱去听你的改变，阮听你的话，用你的话语来甲撒旦对抗的时阵，撒旦的工作就要伫阮的身躯顶无有效果。亲像这个武汉的肺炎，当阮有vaccine，阮有做好阮的防备，阮就袂受到这个细菌的攻击。求主你帮助，阮毋但是这个病毒顶悬。伫
伫生活顶悬，伫信用顶悬，伫阮诶人甲你诶关系，人甲人诶关系顶悬，阮拢会当有助力，甲阮三个弟弟，照你诶旨意来行，来抵挡撒旦诶工作。阮会为着阮诶教会，阮诶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，求主你继续来带领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嘅圣名，咱做伙来守圣餐。主耶稣受袂迄暝，摕饼起来，祝谢擘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恁逐摆食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了后，佮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新约，恁逐摆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新约其实是简单来讲，就是上帝的话啦。最开始的，咱拄则讲当上帝予伊迄句话，伊若遵守，就伫迄个上帝甲伊的约定内底。咱照安尼来行，毋是看几条啦吼。犹太人600几条呢，就爱牵迄个结啊牵个吼。其实上重要就是迄个态度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所以学背是上重要的信仰的基础。咱做来祈祷。请咱天父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搁一届伫你的圣殿做伙来领受主你互阮的恩典，这个救恩是你透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所赏赐互阮的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阮，帮助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间，透过主你的教示、主你的话语来赢过侪的艰难甲试探。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的话洗清阮对你所犯的罪。阮所领受的饼，是你为着阮牺牲的你的性命所赏赐互阮的。主，阮也求主你的圣神、你的恩典，继续到阮的教会三个弟弟。后前的路，主你继续来启明，互阮来跟对你的脚步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主耶稣受袂迄暝，摕饼祝谢了后，擘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。恁逐摆食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好，请咱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主搁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新约。恁逐摆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咱做来领受。咱搁一摆来感谢，主必天阮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。虽然阮拢毋捌你，但是你犹原赏赐阮你圣囝，成做阮的救恩。透过伊的肉体被拆碎，透过伊所为着阮流的宝血来洗清阮得罪你的所在。阮领受这个恩典，也决志伫你面头前，像你教示阮的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你。互阮看见亚当夏娃，阮会当有警醒，会趁你的旨意。看见犹大所做的，也提醒阮，求主你来帮助阮，会通亲像彼得共款，帮助阮亲像约伯共款，伫经历侪的困难人生的低潮的时阵，犹原来超做来倚靠你，得到你的救恩，继续往前来行。献上感谢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免。就是咱要来吟诗学乐回应上帝对咱的听。圣诗258首，258首，你若甘愿
互上帝引带，请起立。第258首。你若甘愿，互上帝引带。谢谢，咱这时第2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祝福。请起立。
听同心阿头来祈祷，伫至关上帝宝座前，阮虔诚恳求，请主将阮的刻伫你的心内，保守保护阮，无做阮的漂亮的冠带，拢无去杀阮所有的罪孽。永远甲阮拢无差。当撒旦的试探，那时真正凶恶，伊阁将一切的罪过，拢归互阮，阁歹款待阮。阮伫遮只有仰望阮的大主宰，求主救阮脱离万项的灾害。极圣洁的羊羔为阮来死，保护洗阮，搁固守阮的灵魂，互阮的罪恶拢透白来得着主。搁话羊羔无瑕疵，永远的公义，永远的大主宰，有稳定永恒的主。阮伫遮感谢你为阮所做的一切，阮伫遮献出你所赐的一切，愿主你欢喜来找用，阮感谢你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请坐，这时咱要请李牧师来基地交通甲欢迎报告。好，报告内先，咱先来欢迎人客啦，吼，Jacob， Jacob 黄吼，团队吼，中文是啥物名？来，请David来介绍啦。到这一句话啦，还有光越南岛对完全岛，我比较到了，为了到到那边，他都有另外一百多年，要报告这个代志，就部内底这个物件之前，小可甲大家分享一下啦吼，就是讲，本地我伫台湾的呼调是今仔日，应该是讲已经过2昨吼，就是6月初6会要降选啦。但是咱知影即摆台湾的疫情真困难，所以教会拢lock down，降选就 postpone 到7月份安尼。不过我甲无顺利机票拍好啊，7月初阮要倒转去吼。当时会当降选结果如何，毋知啦吼，囥伫祈祷中间啦吼。就是讲7月份就会看上帝安怎养赐安尼吼。就会阁继续伫遐听候安尼吼，大概互咱小了解者。因为我之前拢袂当讲真济，因为无一个 final 吼。即摆其实嘛无 final， 所以我嘛讲嘛是假讲的。对再请互相祈祷啦吼。好，咱照讲是6月16，
加州就拢要全面开放。啊，我嘛听着真侪所在其实拢已经拢开放。我已经看到加州有足侪餐厅吼 ，dining room is ready, is open。啊，所以除了咱真欢喜安尼 open 以外，其实咱看这个确诊的人数，啊，佫拢无介低啦。所以咱自我的保守，嘛是爱做好势吼。啊，为着世界和平，为着咱的加州欠水吼，其实咱加州无输台湾啦，嘛是足欠水吼，拢无雨吼。但是这2礼拜台湾有得到真侪的雨量，甚至佫有所在淹水吼，有足侪迄个限水的所在拢已经解除啊，吼，已经解除啊。那为着这欢喜，咱继续为着加州咱所生活的所在来祈祷吼。咱有得到这个日本送124万剂的疫苗，啊，伫台湾的礼拜日有3个国会议员，美国国会议员去甲伫台湾拜访咱的总统，答应要提供75万的疫苗吼。啊，咱也真感谢啦吼，咱会当有即种的稳定吼。好，即个月首先咱倒尾煞是才来唱迄个生日快乐歌啦吼。有王母师娘甲美智姐吼，毋是咱这个美智姐，另外一个美智吼。啊，搁做会长了啦吼，咱恭喜伊愿上帝来祝福因啦吼。好，前礼拜的人数甲查经的人数伫遮吼，咱应该看下奉献。啊，后礼拜的事奉甲圣经伫遮，以上，谢谢。就是咱要来读今日本周的金句，其实伫诗篇138篇第5节，请咱来读解。因要唱歌，何乐耶和华的敬罪，因为耶和华的恩光真大。因要唱歌，何乐耶和华的敬罪，因为耶和华的恩光真大。诗篇138篇第5节。就是咱要来吟上咏510首，吟诗说，请李牧师为咱祝祷。第510首，何乐天顶主宰。但愿主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，记得伊所教示咱的，互咱来遵守伊的教示甲律例，会通赢过撒旦的工作。愿主圣神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，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。灭。加侪。
礼拜到这，就关起来。好，来，我先关起了，咱来唱迄个生日快乐歌啦，吼。好，来，请无顺帮，寿星起来啊！